現時中移動持有者要收10%股息稅，通常證券商或者銀行代扣繳交，所以到手嘅股息其實少咗10%。傳說實物股票咧可以免收10%股息稅。為咗印證呢個說法，從銀行提倉攞咗一小部分實貨出嚟，證實真係免稅，實物股票冇收取10%股息稅。呢張收據大約係2年前嘅啦，顯示扣除嘅稅金為0嘅，佔係啦。香港身份證持有人，其他我就唔知。需要做幾件嘢，去證券行或者銀行啦，填表提取實物啦，選擇收支票或者股息直接入銀行戶口，打厘印，因為我係用匯豐銀行幫我打埋厘印，一條龍服務，直接收股票，乜都唔使做。可以直接到總行提取或者寄到家，其他銀行或者股票行咁要問清楚點樣運作，係咪需要自己打厘印收費等嘅，一年慳返萬幾2萬蚊股息稅，都真係幾和味㗎。今次就講到咁多，下次咧會講下中移動長期嘅戰略部署。